嗱，呢度咁多排蛋咧，夠我屋企食成年㗎啦。但係阿伯咧，1個月咧就搞掂㗎啦。大家好，如果我話俾你聽咧，有一個阿伯咧，每日咧食25隻雞蛋，唔係1日喎，係日日食喎，仲要食咗好長時間。你估佢身體會出現啲咩問題咧？嗱，我仲記得咧，以前咧好多專家啊、醫生啊、營養師啊，都會灌輸我呢個概念，就係咧，雞蛋咧好高膽固醇㗎嘛，咁食咗之後咧會增加心臟病啦、中風嘅風險，少食為妙。呢個觀念咧喺幾十年前咧確實好流行嘅，甚至咧寫咗入咧美國呢個膳食指南裡面。但係而家係2026年喎，呢個錯誤嘅觀念竟然仲有人跟。其實喺1991年咧，喺世界頂尖嘅醫學權威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刊登咗一個震撼醫學界嘅案例。一個88歲嘅老人家住咗安老院嗰度。呢個阿伯咧有個好特別嘅習慣。我絕對有理由相信咧佢有強迫症嘅。呢個阿伯佢每日一定要食20到30隻雞蛋，平均計翻每日差唔多25隻。1個月30日750隻，一年計9000隻。我諗張家輝啊、張繼聰呢啲咧咁大隻嘅身形咧，都唔使食咁多啦，係嘛？阿伯，你頂得住先好喎。25隻雞蛋咩概念咧？一隻雞蛋咧帶有200毫克嘅膽固醇，25隻雞蛋即係有5000毫克啦。當時嘅醫學界建議啦，一個人咧平均每日膽固醇攝取嘅上限咧係300毫克啫。而呢個阿伯每日超標咗16倍，仲要持續咗整整15年。當時科羅拉多大學 Fred Kern 博士聽到呢個消息，第一個反應就係咁都得？冇可能啊！呢個反應咧同你同我都一樣。呢個人嘅血管應該塞到好似繁忙時間嘅洪水咁先啱啊！於是咧研究團隊咧幫呢阿伯啦做咗一次詳細而科學化嘅全身檢查，結果出嚟全場醫生震驚，阿伯嘅血清總膽固醇竟然喺150到200之間，呢個咩數值？即係完全正常咯。醫生唔順氣啦，就再幫佢咧照下呢個超聲波，睇下咧佢條動脈係點樣嘅。結果係發現咧佢動脈非常之健康，充滿彈性，完全冇呢個粥狀硬化呢啲問題，心臟功能仲要非常之好添。一個88歲每日食25隻雞蛋嘅人，佢血管竟然比後生仔仲要乾淨。咁你會問啦，佢其實食咗咁多膽固醇去咗邊呢？醫生團隊咧就用咗放射性同位素啦，同埋一啲最先進嘅儀器去追蹤下阿伯嘅膽固醇去向喺邊度。結果發現阿伯健康嘅3大秘密。第一，大家都知道啦，我哋身嘅膽固醇咧80% 係肝臟製造嘅。阿伯食咁多蛋，超標16倍嘅膽固醇，佢肝臟收咗信號啦，喂，出面大把貨啊，唔使做啦。於是佢肝臟唔單止減產，仲直情係停產膽固醇呢樣嘢。俾著你啊，你有幾百億身家圍住你現金喎，你仲會唔會出去揾嘢做啊？一般人咧喺食物中咧膽固醇嘅吸收率係50% 度，但阿伯嘅腸道咧就好有性格，佢將吸收率一降就降到18% 啫，其他啲全部屙翻晒出嚟咯。另外啦，阿伯嘅肝臟咧就將多餘嘅膽固醇咧就轉成膽汁酸，經過呢個消化過程咧就將膽汁酸擺翻落你腸道入面，佢排出嘅速度咧係比普通人咧快1倍咁多。其實我哋身體好聰明嘅，上面呢3個防禦機制咧，你同我都有，只係你願唔願意啟動佢啫。你可能會話啦，呢個阿伯骨骼精奇，天生異稟，普通人學佢死緊啦。好啦，咁我哋睇下啲近啲嘅案例。喺2024年，即係2年前啫，哈佛大學一個醫學博士 Nick Norris， 佢決定親身做實驗，將自己變成白老鼠，並將呢個結果咧發表喺學術討論平台上面。佢挑戰30日裏面食720隻雞蛋。即係每一日食24隻，哇，都勁啦！呢博士係想測試一下咧，喺現代科學監控底下咧，咁極端嘅飲食方法係會令壞嘅膽固醇上升幾多？結果今次咧再次令人大跌眼鏡。實驗做咗2個星期之後咧，佢測試佢嘅 LDL， 即係我哋成日話嘅壞膽固醇啦，竟然跌咗2%，唔係應該升嘅咩？更加奇怪嘅係，到咗第4個星期，佢加咗少少碳水化合物，即係啲粥粉麵飯之類啦。佢嘅壞膽固醇竟然降咗18%。講到呢度啦，你可能仲會半信半疑啦。咁我哋唔睇啲極端例子，我哋睇下呢啲針對一般人嘅健康研究。美國康納迪亞大學一個教授 Maria Luz Fernandez， 佢係全球研究雞蛋同代謝健康嘅權威。佢喺2008年嘅營養學期刊發表咗一項重要嘅研究，
呢個研究最重要發現係唔係淨係睇膽固醇嘅數字升定跌，最重要係睇佢膽固醇嘅質量。你會問吓，乜膽固醇有質量嘅咩？冇錯，人都有好人同壞人啦，係咪？大家都聽過啦 ，LDL 咧即係大家成日都講嘅壞膽固醇啦。原來 LDL 都分兩種喎，一種咧就係細而密啦，而一種咧就係大而飄嘅。研究發現，食咗雞蛋之後，參加者體內嘅 LDL 分子變大咗。大粒嘅 LDL 有咩好處咧？佢就好似充咗氣嘅氣球咁樣，輕飄飄，佢就會隨住氣流飄嚟飄去，唔會咁容易傷到我哋血管。而細而密嘅 LDL 咧就好容易被氧化，佢正正就係塞住我哋血管嘅兇手。不過好可惜啊，喺香港咧，你出去做身體檢查咧，驗你嘅膽固醇咧，淨係驗你 LDL 啫，係冇人會幫你驗一啲細而密、真真正正傷害你嘅壞膽固醇。另外咧，實驗咪顯示啦，每日食3隻雞蛋嘅參加者，佢體內嘅好膽固醇 HDL 咧係顯著增加嘅。壞嘅少咗啦，好嘅多咗啦，咁咪正咯。而 Fernati 教授喺2013年發表喺權威代謝期刊嘅後續研究亦證實，食全蛋係比淨係食蛋白對身體更加有益處。因為雞蛋裏面嘅蛋黃咧係含有豐富嘅葉黃素，最重要嘅膽鹼同埋玉米黃素呢咁主要成分，再加埋其他營養素，係能夠有效改善代謝綜合症患者嘅血脂情況。以上3點咧，結論就係每日食3隻雞蛋，唔單止無害，反而對你改善你嘅體內嘅膽固醇嘅結構，對你心腦血管更加有保護作用。唔單止啊，仲可以解決阿茲海默症啊、骨質疏鬆啊、肌少症啊、白內障啊、黃斑病變等等等等嘅問題。點解咁犀利？詳情咧會喺會員頻道同你講。既然咁多證據都話雞蛋係好嘢，咁點解以前啲醫生啊、專家啊、營養師啊會叫我哋唔好食咁多咧？咁呢下咧你要問翻佢哋啦。可能而家佢自己默默食好多添。其實咧以前咧外國嘅研究咧忽略咗一個重點，就係好多人食雞蛋嘅同時咧都會食埋啲煙肉啊、火腿啊、啲精緻澱粉啊、麵包啊，大量嗰啲唔健康嘅油。其實真正傷害我哋血管嘅，正正就係一啲精緻澱粉、高糖、高加工嘅食物，令我身體產生炎症，長期處於一個高氧化壓力狀態底下。其實喺2015年咧，美國飲食指南諮詢委員會 DGAC。佢正式就撤銷咗每日攝取膽固醇嘅上限，因為科學界已經承認飲食中嘅膽固醇其實對我哋血裡面膽固醇嘅水平影響係好細。大家醒未啊？講到呢度啊，係咪代表大家聽日咧就開始咧每日食20隻雞蛋咧？梗係唔係啦，每個人咧身體狀態唔同嘅，最基本咧你要衡量下自己消化能力啦，同埋你係咪需要咁多雞蛋先？以上咁多案例同研究咧，係想話俾大家聽，雞蛋咧係一種非常優質、平價嘅超級食物。對絕大部分健康人士嚟講咧，每日食1到3隻嘅雞蛋咧係非常之安全啦，甚至係非常之健康嘅。唔好淨係食蛋白 ，OK？ 蛋黃咧先係佢精華所在。其實你與其擔心咧食雞蛋怕高膽固醇，不如擔心下你早餐食嗰塊餐肉啊，你飲嗰杯高糖嘅奶茶或者咖啡啦，人哋咧千方百計咧就買一啲咧就抗氧化嘅食物，你咧就勤勤力力咁樣咧食一啲咧氧化自己嘅食物，你話點搞啊？當然如果你本身咧有家族性高膽固醇，又或者腎功能有問題嘅人士，再或者你對雞蛋係有敏感嘅人，建議咧你係聽翻啲你信任嘅專業人士嘅意見。唔知大家同我情況係咪一樣啦？我咧就成日叫我爸食蛋嘅，咁但係咧佢咧就話咧，哇好滯啊呢啲，食完之後咧唔舒服，唔肯食。咁又係，你食完之後飽飽滯滯，食咗唔吸收，有一下唔該，仲搞到病咗添，仲衰。正正因為咁，我就打電話問下張醫師啦。佢電話裏面竟然話1800年前，我哋中醫嘅醫聖張仲景已經教我哋點樣食雞蛋啦。嗰啲叫豬腳湯，豬腳湯。整呢個豬腳湯咧好簡單嘅啫，一個碗，2隻雞蛋、鹽、胡椒粉同埋油。要點整咧？咁先咧就將呢個碗咧倒啲滾水落去先，因為個碗凍噶嘛。OK， 咁我哋令到個碗咧受咗溫先，你當消毒咩都好啦。OK， 打2隻雞蛋落去，跟住咧就發勻佢，咁發到盡量咧好勻勻啦。仲有啲蛋白擎住噶嘛。OK， 盡量發勻啲，發到啲蛋白同啲蛋黃咧撈埋一齊為止。好啦，勻勻咯，跟住最緊要係咩啊？就呢壺滾水，豬腳湯嘅精髓咧就係咁啦，睇住佢變化咯。
一路倒滾水嗰時咧就快速咁攪勻。啊，你見唔見到啊？你見唔見到啊？嗰啲蛋啊變成蛋花啊？點解要快速攪咧？就唔好俾佢傾埋一齊，因為啲蛋白於受熱嘅時間凝固咗咧，佢就變成一嚿嚿咧，咁咧你就等於食烚蛋噶啦。剝走咗啲泡之後咧，你就會見到佢嘅靚喺邊度。好，唔勻循嘅話咧，見到啲蛋白一嚿嚿啦變咗，不過都唔緊要，都好細嚿啫，係咪？成隻蛋。如果咧可以揾一啲第二啲嘢嚟發得勻循啲就更加好啦。跟住呢個時間咧，你就可以加翻啲鹽啦，加少少鹽調味，仲有胡椒粉。嗱，中醫就話咧，蛋白咧就性質就係寒嘅，加啲胡椒粉落去咧，因為胡椒粉係大熱食物啊嘛，加咗胡椒粉落去之後咧，佢就冇咁寒噶啦。如果你想香啲咧，可以加麻油，而我咧就會加黑籽油 ，OK， 好似機油味咁樣嘅 ，OK。但係咧佢消炎咧效果非常之好，我就會加半茶匙黑籽油。嗱，咁呢碗咁有營養、咁容易消化嘅豬腳湯就搞掂啦。嗱，有書啊記載啦，真正嘅豬腳湯咧，佢係咧會去咗啲蛋白嘅，因為咧中醫理論裡面咧，蛋白咧係屬於寒性嘅。咁啊真定假我唔知啦。咁有興趣你哋自己去考究下啦。但係咧我咧就唔會嘥嘢嘅 ，OK。而家咧我係教大家咧點樣整咧真心豬腳湯。嗱，如果有經驗嘅朋友咧，希望你可以咧留言同大家分享一下你點樣飲用你嘅豬腳湯。聽完以上呢啲咁權威嘅研究之後，你聽朝早仲敢唔敢食多一隻蛋呢？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真生活 YouTube 頻道係有會員制嘅，咁我哋會為我哋會員咧製作多啲嘅健康資訊咧，就放喺會員專區度嘅。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就登記做會員啦。而上面嘅科學文獻亦都會放喺呢條片嘅資訊欄入面俾大家參考一下。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可以幫到你，記得按讚、留言同分享俾大家。今日講完咁多先，祝大家身體健康，下次再見，拜拜。